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今仔日透早台北市的天空是真无平静哦，有真侪这个战机咧飞嗡嗡叫，有真侪民众和这个战机声惊精神，开始来起烦恼，莫非阿强啊拍过来咯？这个国庆筹备委员会马上来澄清，其实哦，今仔日是国庆配合着，今仔日是这个国军配合着国庆的典礼，第一届的义演，呼吁民众莫传播着无正确的消息。 演练声轰轰叫 ，F-16V 战机和 AT-3教练机离开达格兰大道顶端飞过，震撼着十足。陆军一架 CH-47SD 直升机嘛通过总统府头前，为着吊挂国旗新排练，5架陆军空军救护队乌鹰直升机嘛偏队通过台北市区。透早7点，国军今年国庆典礼第一摆义演。 幻想2000新照规划路线飞，主要就是看天气的状况。 但是透早天顶都有战机飞过的声音，所以有人咧讨论讲，是不是中国要拍过来啊？都是我们在今年国庆的相关预演的这个进行。今天是一半的机队，那接下来9月29，还有10月6号，那也一样会利用清晨的时间来做这个全兵力的预演。那请社会大众。 不要造成误解。筹备委员会出来背会讲，卖乌白乱传。国防部嘛，伫面册顶讲，中国拍过来这是假的消息，卖紧张。这是配合今年国庆的义演，但是会紧张嘛，不是无理由的。 中共2架运8反舰机，昨就搁一摆入来台湾西南边防空识别区，这已经是中国军机7天以来第6摆离台湾四边的空隙遥八叉。空军同款拢是派出空中巡逻战机，嘛用广播赶走，还佫有用防空飞弹对舰，用这个方式来应付这个场面。